菇，哎呀，你快扶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蘑菇，哎呀，太可怕了！李飞在后面追我呢，他一直掐着我，他都追我一路了。哎呀，太可怕！真是太可怕！交叉的，你干嘛呀你？你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小蘑菇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啊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哎，怎么关了？开门！开门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蘑菇怎么办？走！哎，回来，我这，我去。哎呀！小蘑菇，一口气的炊事给我烧纸。周飞，周飞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个没事。刚刚略施了一些法术，说定就给定住了。你看，我刚才吹的，对不起。你放开他！你给我放开！我们要在一起。你就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也没事。你又施法了！我什么时候施法？我就不会施法术。他好无聊啊。我也觉得。小蘑菇，吓死我了！不怕不怕，只要蘑菇哥哥在，世界充满爱。不怕。哎呀，什么充满爱呀？要不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都吓死我了。不是你吓死，这么大个还害怕？那我这小个我不得吓死啊！我不得。怎么样？快去救太后！
餐呢？怎么了？太后受惊了，小道救驾来迟。铁木头，你居然无视国法，私自越狱！私自越狱？如果不是小道私自越狱，仅凭你一人之力，怎么保护好太后？你强词夺理！当然了。你走开！你别跟着我！我讨厌你，你听不见吗？讨厌你！不怨我刚才喊什么喊？吓死我了！小老头，你吓死我了！回家，跟我回家去。回什么家？回家？往哪回家？我还得送云儿回去呢，我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我必须要送你，这多危险呢！你忘了刚才了吗？刚才多危险呢，是不是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不完了吗？走，不用，走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就先送云儿回去，对不对？送完以后赶紧回家。我还不去找师傅去。走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女妖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走，咱来看看去。好。你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哎呀，别看了，他们这是在焚烧妖女。烧妖女？烧妖女？这个妖女刚才还追着我俩满大街的跑，这怎么就被锦衣卫抓了呢？哎，老头儿，你干嘛呢？云儿，你看没看见有个东西过去了？看见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就你没看见有东西吗？这儿哪有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吗？庄妃，
哎，你们干嘛？干嘛呀你们？程志远，你要干嘛？哎不，哎，你干嘛呀？见面就打，打我之前给我个理由先。没有理由，上次让你给跑了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爷我打你就是开心，就是看你不爽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好，程志远就欺负我。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我现在会法术，我师傅教我的法术。你要是再欺负我，我戳你。法术，别给我提那个臭道士。自从他来了以后，把我们锦衣卫的脸都丢光了。会法术啊？啊！来，来，给小爷我展示一下。我还没来呀！会法术啊！来来呀呀！厉害呀！哎啊！哎，还戳我！来呀！来呀！我打！是打我！啊！程志远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我一定学好法术来报仇！让你啊！山呢？你看什么呢？你转过来。你是谁？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做梦了吗？没什么。困死我了！哎，我也困呐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李公公呗。不会吧？那他为什么老是让咱俩守夜呀？哎，这不是人手不够吗？干什么呢？走啊！你后面什么东西？你别吓我啊！看见什么了？啊！没事，别怕，是个女鬼。你个死鬼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什么声音？鬼呀！南书房。主人，南书房的动静如何？没有任何动静，不过我已经有意调离了部分南书房的人手。天牧童呢？也没有动静，就在住处。本以为庄妃死后他就会离开皇宫，但是没有想到太后硬是把他留了下来。看来天牧童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任何办法把他调离皇宫。
鬼？正是，南书房闹鬼，还丢了东西。都丢了什么了？仕女图。天目同道。参见太后。天目同，云指挥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先回答他的问题吧。不知道云指挥有何见教？小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是吗？那交出来吧。什么？仕女图。仕女图？哼，少装糊涂，赶紧交出来。小道确实不知，还请云大人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南书房失窃一事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不知道。你们俩告诉他。启禀云指挥，昨夜我和喜鞠公二人照例在南书房值班巡夜，忽然一阵妖风大作，这南书的房的门自己就开了，那仕女图就像长了脚一样，飞了出去。当我们再去看时，那图上的人冲我们眨眼睛呢，奴才们当时都吓晕过去了，请太后恕罪。天目同，这一下你还有什么可说吗？云姑娘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南书房失窃一事与我有关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昨天3更半夜看到你鬼鬼祟祟的进入南书房。再说了，这装神弄鬼本来就是你一贯的伎俩。这图被盗之事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哼，那也就是说，昨天在南书房外不止我一个人，云大人也在。我那是跟踪你去的。哼，云大人3更半夜在宫里行走，跟踪一个男人，不知道云姑娘所欲何为啊？我奉旨夜巡，看到有人鬼鬼祟祟跟踪缉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出现在南书房，难道是散步？正是散步。太后，你看他。天目同，你说不是你盗的图，可得有依据。敢问2位公公，昨天你们大致看到仕女图飞出来的时候，是几更？是2更左右。2更。那敢问云大人，昨天你在南书房看到我是几更？是2更3刻。2更的时候，我正在书房里面打坐，这一点小蘑菇可以为我作证。你简直就是狡辩，谁都知道你可以入定神游。再说了，谁知道那屋里是不是你的幻身呢？太后，仕女图遗失一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请太后下旨，让小道去彻查此事。这样吧，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之内找不回仕女图，你就无法自证清白了。小道遵旨。只是小道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此事蹊跷，小道分身乏术，独木难支，还请太后派给我一个帮手。说吧，你想要谁？这位足智多谋的云大人。太后，准了。小道先行告退。臭道士，你给我站住！臭道士，我问你，你自己犯的错误，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？奉旨查案，不是你们锦衣卫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那得分什么事儿吧？哼，凡是宫里的事情，您就都得负责。你就逞口舌之快吧，看你3天之内交不出图，你怎么办？3天之后交不出图，你我一起受罚。你。不知于大人前来有失远迎。天目道长，我不请自来，是我缺了礼数。请。
不知于大人前来造访，所为何事？我听闻仕女图被盗了。臣一定替皇上查明真相。当初圣上为了保护李妃的安全，在他的宫中安置了一文一武2位太监。这位李公公是文太监，李妃死后，他便被安置在南书房任职。另外一位公公姓陈，武艺高强。李妃死后，这位陈公公便得疾病暴毙而亡。那如此看来，这南书房失窃一事，想来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日月神鼎若是落入了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，朝纲必大乱呐！程大人，你说这封条一贴，兄弟们又得看守好长时间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？我倒是想啊，事关重大，出了问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是，要不给你弄点喝的去？你说每次为什么都是咱2个人被使唤来使唤去呢？哎，现在整个锦衣卫都在南书房当差，也只能用咱俩去当佣人了。奇怪，奇怪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踪咱们？还站着干嘛？赶紧把酒送回去，咱俩就可以开溜了。赶紧找。嗯，走。哎，这酒是你的吗？给我点。锦衣卫的酒你也敢抢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啊！赶紧给我拿来！哎，怎么打人啊？哎，小姑娘劝酒。哎，住手！酒拿过来。喝嘛。哎，官爷，听说他有神经病，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？去！你把他给我管好了，下次再让我碰上，饶不了他。一边去！疼啊！起来吧！哎呀，怎么着你还要碰瓷儿啊？还要快起来！嘿，你还不乐意了？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他不就是那个平日里在宫中无所事事，整天晃的那个老糊涂？哎，站住！不看看我们是谁，你们也敢拦？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王大人啊！不好意思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进去，更何况你谁也不是。
那你是不把皇后放在眼里了？哎，那可不敢，这大帽子我可戴不起。那还不赶紧让我们进去查看？还是不行。莫非王大人不把太后的遗旨放在眼里吗？你走。让天目童负责此事，正合我意。没想到他非得把我扯进来，本想借着太后3日之期把他逼出宫去。我倒希望天目童能亲手找到仕女图，而你一定要全力配合他。等图找到，我们再伺机夺图。明白。这下该六王着急了吧？不管天目童是否能找到仕女图，这盘棋我们都占了先手。这些天我们就先不要联系，必要之时，我们用纸鹤联系。本想这庄妃的案子完了，还能休息个几天，没想到碰到这事儿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本想进宫混口饭吃，没想到这么累。参见云大人。怎么样？回云大人，属下一直守在这里，没有人来破坏现场。云大人，放心吧，有兄弟们在这守着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是。不是说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吗？走。这人是谁？这人我认识，就是南书房一打杂的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经常到处耍酒疯。把他给我弄醒。是。懂了。是。住手！臭道士，你又想干嘛？我倒想问问云姑娘，你这么独行拷打一个老人家，你什么意思？这老东西擅闯南书房，把东西弄得满地都是，现场都被他破坏了。哎，师傅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老糊涂，在南书房做劳务的，天天喝酒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一点人样都没有。你看，他就这样，你看。原来是个疯子啊！看来你们锦送。等等，云姑娘，你看，从他身上你能做出些什么呢？说，东西藏哪儿了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赃物不可能轻易的被转移掉，所以我断定，不是他。把李公公请来。
好辣呀，这个酒！哎呀！嘘！一共少了几样东西？一共14件。都是什么东西啊？皇上平时喜欢的字画、砚台、玉扳指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套绣像版的《金瓶梅》，别的没了。那怎么不早说？我平时只操心这仕女图来着，没有仔细检查。那些东西是和仕女图一并被偷走的，还是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那你得问他们。说。或许是昨夜盗图的鬼魂顺手烧走的。当时我们吓得什么都不敢看，我也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。那怎么你二人只知道仕女图被盗了？因为仕女图比较明显。哦，那这些东西也是和仕女图一样飞走的吗？仕女图不会飞。把他们2个给我拖下去！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任大人，不干我们的事啊，任大人，我们没有撒谎啊。于大人，这个老东西怎么办？别笑，把他放。是。别笑了，把他放你走了。快走吧，快走啦，回去洗洗澡啊。云姑娘，我们也告辞了。哎呦，哎，师傅，我是觉得啊，咱们真得谢谢这个老糊涂，要不是他这么一闹啊，咱们还不知道南书院丢了东西呢，你说是不是？有长进。哎，你可是第一次这么夸我啊！一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说我学习能力强，你还不信呢。陈公公死得蹊跷，棺椁中根本就没有公公的尸首。他家的祠堂里根本就没把陈公公的牌位供进去，所以陈公公可能就没死。这个老糊涂可不那么简单啊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屠宰场勾住的。范公公，要不您先来？不要！慢着，天木头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云姑娘，我觉得这2位公公他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应该是被冤枉的。冤枉的？说不说谎，用刑就知道了。我们锦衣卫办案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还等什么？云姑娘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出去，借不说话？师傅，天木童，我问你，既然你跟太后要求了，我们协助你办案，现在我们来审问太监，你又来多事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审讯没错，但方法错了。3目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你什么意思？说人话。可能是说，用刑就会得到答案，可能是刑具是用木头造的，3目是刑具的统称。那我没错。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。用错误的方法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。如果受刑人承受不了痛苦，胡说一气，那办案岂不是耽误了？师傅说的对。你行，你来。我自有办法让他们2个人开口，但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云姑娘不要插手。不要插手。
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。程大人，是，照我说的去做，这里就先交给我。好。站住！云大人，你怎么出来？天目道长，不是，那妖道让我去查昨天晚上出宫的人。去吧。是。嘿嘿。去拿2个凳子来。去。陈大人，皇后找你过来说话。你们先去。参见皇后。一副急匆匆的样子，这是干嘛去啊？回皇后，属下正要去守卫处查昨夜出宫之人的名录。哦，是南书房失窃的案子吧？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云大人和天目道长正在审问。是谁？是南书房的值班太监。值班太监？行了，去吧，公务要紧。谢皇后。对，道长，昨晚真是鬼怪作祟。道长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会给你们做主的。他们那些锦衣卫啊，向来做事不动脑子，就是武断，擅长屈打成招。我刚才要进来的晚一点，你们2个可现在都变成肉泥了。再说了，2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公，又不会什么法术，怎么可能搞出弄鬼那样的事情？真是不动脑子想想。哎，干嘛？你说好不打扰师傅的。行，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道长，你年纪轻轻，真不简单呐！你们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定保你们周全。有劳道长，有劳道长。哎，小道自幼在山上生活，生活清苦，本想此次下山来觅得许多乐趣，却不想这宫中的生活竟与山上无二。咱这宫里啊，的确无聊，规矩又多。道长要想找乐子，去宫外呀。宫外？这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多了去了。干嘛呢你？道长又不是外人。只是小道毕竟是粗鄙之人，身上钱财有限呢。不多，才几百两银子而已。只要道长能保住我2人周全，以后在宫外的一切开销，我们2人全包了。2位公公这么有钱呐？那想必这宫中俸禄不少啊。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留下的。对。道长，昨天晚上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方才2位公公说的这些也够热情的，小道呢也确实动了心了。只是2位公公监守自盗这件事情，是瞒不过的。道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光知道2位监守自盗，我还知道这仕女图眼下身在何处，已经被你们转移到宫外去了，是不是？道长明察，我们真的没有偷盗啊！道长，道长，你刚才还说给我们做主来着。哎，我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劝2位公公还是早点坦白吧，别到时让我自己找到仕女图，那可就是证据确凿。2位公公，老实点儿，我还能保证你们不受皮肉之苦。好好想想吧。程大人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道长留步。
我们这还不成吗？我们说。六王到，六王请。母后，进来也不通报声。六王叔也在呀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听说西域进贡了一批果子，来找母后讨要些。你要果子，派个下人来领不就得了，还让你专门跑一趟。这样心更成嘛。我要拿了这些果子，亲手给天目道长送过去。送给天目童？乐平。这天目童，你还是少接触为妙。你不喜欢他，还不允许别人跟他做朋友了。乐平，你怎么跟你六王叔说话的？本来就是嘛。你不喜欢天目童，拉拢他不成，还把他关进了天牢。幸亏太后深明大义，把天目道长放出来，才破了案子的。住口！你要果子，我等一下派人给你送过去，但你别想送给那个天目童。母后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去见了他，1个月不让你出门。母后，哼，你们都欺负我，哼！哎，你这个女儿啊，也该管管了。南书房所丢失的那些小物件，确实是我们盗的。南书房向来是宫中的清税衙门。我和徐公公在这里当差，一直清苦。皇上出征后，这里就没有太多人在意了。再加上宫中案件频发，我们就想能趁机捞点流水。这都怪我财迷心窍，得手1、2次之后，沉迷其中，这收不住手了。对不住皇上，我对不起太后。停！小偷小摸也就算了。仕女图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也敢偷？我没想过要偷仕女图，所以是真的闹鬼。只后来，他现形了。怎么办？放回去？对，放回去吧。我有个想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可是这图事关重大，万一查下来怎么办？这图是怎么捡的？不是偷的。捡的？捡的？捡的？走。图我们2人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，还望2位开恩。云大人，开恩呐，开恩呐！开恩？那得看你们的表现。说，图在哪儿？图被我们连夜拿到鬼市上去了。鬼市？那是黑字上有名的小鸡窝，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宝都在那里洗白。据说是黑字上有名的72寨总镖把子洪三爷所开。我们之前拿的那些财宝，
都在那里交易。怎么会有这种地方？一定要取缔！黑白两道各有秩序，强行取缔的话，必定会大乱。我们不如让他们为我们所用。那鬼市在哪？这个不知道。每次去都是到东郊一个饭馆找一个伙计，他把我们眼睛蒙上带过去的。那可有什么街头暗号？有，到那儿以后会有人问你想喝点什么，你说不喝，他说不喝你别来，你说改日再喝，他说约在何日，你说7月初1即可。把他们2个带下去。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，云大人！饶命啊！师傅，你真行，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把他唬出来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方才我假意在跟他们拉扯前篇，其实是在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刚才锦衣卫回来告诉我说，2位公公昨天确实假借圣旨出宫去了。我这断定，这仕女图应该是被他们转移到宫外去了。有此一事一诈，他们就招了。师傅好样的，师傅你太棒了，真的，你就比那些某些人强，就知道用刑，啥也不会。师傅你太棒了，我太崇拜你了。他只是碰巧走运了。云相如，你明显羡慕嫉妒恨，你知不知道？眼下看来，我们得到鬼市走一趟了。明天就出发。不行，你得乔装打扮一下。那我回去换套便装。换个女装吧。女装？我们云大人可从来没穿过女装啊。没穿过更好啊，正好让我们看一看。我看你这是故意戏弄我。云姑娘，你这就有所不知了。这鬼市上全都是江湖人士，这江湖人士里，女扮男装的人可就多了。他们一眼就能瞧出来你有什么目的。如果你打扮成柔弱女子的样子，或许更能迷惑别人。师傅说的对呀。云相如换女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南书房里盗图的，和他们交手的人，到底是谁？得手了。昨夜在盗图时被神秘人阻拦。你们东瀛忍者不是号称从不失手吗？此人武功极高，我们一时大意。不过请王爷放心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行了，你去跟本王盯紧天目童，可以让他们先拿到宝图，我们再抢过来。嗨，去吧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一会儿化完妆就可以出宫了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喂，你不带我呀？太危险。我不怕危险的。你不能去，我怕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我还得救你。要知道，我可是为了仕女图出去的。我好久没出宫了，你就带我出玩玩嘛。这样吧，我留你在宫里，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盯紧老糊涂。盯老糊涂？云大人，我不是让你换一身女装吗？我没有女装。你们看什么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喂！喂！道长，公主请你们进去呢。云儿，讨厌！公主，天目道长来了。啊！公主。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
天幕道长，你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我？正好我也想问你呢。西域刚进贡了一批果子，我好不容易从母后那儿弄来，来尝尝。我们着急出宫，所以还请见谅。你们要出宫办案吗？那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从来都没出过宫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怎能以身试险呢？还请见谅。那好吧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找公主是想给云姑娘借一身女装，我们要乔装出宫。云指挥穿女装，这倒是有趣啊，我们都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你看云姑娘来都来了，不知道公主……本来呢，我的衣服肯定是不会乱借的，不过看在天幕道长的面子上，好吧，云儿，去给云指挥挑件女装，挑件最难看的。云大人，里面请吧。云大人，您在这里慢慢试，我出去候着。这么香。你笑什么笑？你眼睛都笑没了。云大人，还是我帮您吧。来，天幕道长，不知这次出去何时回来？办完事情就回。那回来可要在我这儿好好坐坐。我的妈呀！顺眼，太顺眼了！以后你就这么穿。师傅，你看看他，这要是再擦点胭脂水粉什么的，是不是就没谁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好看呢。好，公主，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多谢。这就走啊？真好看。不是让你找件最难看的吗？这已经是最难看的了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因为云香容啊？唉，没想到她那么漂亮。那又怎么了？天幕道长最讨厌她了。讨厌？他们俩水火不容，一见面就掐。昨天小蘑菇还跟我说了，天幕道长又捉弄她了。可我看刚才天幕道长的眼神儿，好像特喜欢她。公主，是您多心了吧？